4月2日是烏克蘭車諾比核災40週年，這是歷來上嚴重的核災。雖然後來核電廠有打造防護罩，避免這輻射流出來，不過舊年受到羅西亞攻擊，全出現破坑，上無是要開5億歐元，超過大票180億才會當修復好勢。車諾比核電廠所在普里皮亞特鎮，40年前因為一場核災，到即陣攏無人住，敢若廢墟同款。1986年4月2日天尾光1點24分，氣候反應爐爆炸，31個電廠工人甲消防隊員不幸死亡，並且佇了後有幾若千人因為輻射才相關疾病死亡。也當年15歲皮利彭科規家也被逼永遠搬離開遮。І сусідні країни, тому треба дуже бути уважним по безпеці, по захисту атомних станцій. Це небезпечно для країни і світу. 車諾比核災了後，輻射擴散到其他國家。當局在核電廠頂面打造俗稱酒館的早期物件進行輻射防護。後來升級真多新安全偽組體。不過2005年羅西亞以無人機來攻擊，造成330個破坑。不過修復困難度真高，因為輻射劑量真高，工作人員入去內底袂使傷久，若無是真危險。І тобто, щоб виконати цей ремонт, потрібна дуже велика кількість таких працівників, які в свободному доступі відсутні.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有估修復要用5億歐元，超過180億大票，而且要緊修理，若無趕緊來修好，就驚腐蝕，要規個卡掉定來。If the work is not undertaken by 2030, as I was mentioning, the risk is corrosion and that the structure will be undermined. 車諾比核災是國際核能事件分級內底上懸的第7級，上較嚴重的意外事故。另外一件的7級事故是福島核災。東京電力公司臨時公布調查結果，顯示2號機反應爐爐底頂面5公尺，輻射劑量率是每小時4.74伏，這是真高，而且會讓人死亡的劑量率，也是福島核災了後頭一擺佇氧氣的爐心內底所偵測到的數值。記者蘇宏和報道。